網友你們好，我是江家輝。大家好，我是關詠荷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哋嘅頻道。今期要介紹嘅就係90年代 TVB 公認嘅一姐關詠荷。關詠荷就佢有2個家姐同一個細佬，荷花盛開嘅季節出世，所以改咗個超有詩意嘅名詠荷。荷花盛放的時候，我出生，我爺爺給我取這個名字。細個嘅時候，關詠荷嘅志願係做警察，不過嗰年偏偏唔收女警。我記得我有去警察局問過，咁佢就話今年應該唔會收女警噶啦。做唔到女警，但係可以嫁個男警。張家輝以前都係警察嚟嘅喎。係啊，可能係咁樣啩。唔能夠做警察，唯有做文員。86年佢去報考藝訓班，第1輪就被淘汰。咁乜嘢咧？讀完之後咧，又有少少甩喎。讀台詞唔得，監製卻覺得樣得，於是乎請佢拍《生命之旅》，仲有卡拉 OK MTV 做女主角。之後再推介去亞視，啱啱遇上潮州幫林伯恩收購亞視大改革，新人機會嚟啦。結果佢就跑1次龍套，就即刻升做女一。咁咧就啱啱有台就重頂啦，咁好需要好多新人啦。完全冇受過訓練班嘅佢，點樣提升演技呢？怎麼去當一個好的演員？你要自己有感覺，才能去演戲。同亞視2年合約完咗，正準備去港台合資嘅新經紀公司，點知公司倒閉。嗰間經紀公司又講無奈只好繼續留喺亞視。佢演咗暴雨燃燒、精神分裂、戀輕狂嘅反派柴商，呢個角色可以話係香港電視史上絕無僅有。成功升級做一線花旦。1992年合約完，佢諗住轉戰電影，點知第1間公司倒閉，佢拍冧嘅。第2間再簽拆夥，接2連3遇上公司倒閉。其實佢係拆咗夥。跌到低谷期，低谷有幾低呢？低到佢剪咗短頭髮，所以話睇翻佢短頭髮時期就知道嗰陣時人生有幾黑暗。最後拆夥嘅公司介紹佢去 TVB 咁大個台，點都唔會執笠啩？通常亞視過檔 TVB 嘅藝人都要先過冷河，但係關詠荷例外，因為 TVB 正缺人。要知亞視改革嗰陣，狂挖 TVB 台柱，沈殿霞、曾志偉、鄭少秋，搞到 TVB 元氣大傷。咁 TVB 點算？你挖走舊人，我就捧新人。陸叔除咗力捧4大天王，仲有新一代花旦關詠荷、邵美琪、郭明、陳松伶。啱啱喺我嗰年，可能都好彩就係話，都有一個時期就係話青黃不接嘅時期，即係其實可能有個位俾你。TVB 捧關詠荷嘅第一步，派佢去情景喜劇《開心華之理》，洗走亞視留下嘅壞女人形象。第2部俾佢做生死狀嘅女主角，內部被譽為最強劇。日本係好到咧，如果遲啲上去劇本架嗰度咧係冇晒啊，大家人攞晒當小説咁睇。鄭裕玲都話：大家搶住拍，就算客串都得。哇！呢套好嘢嚟㗎，如果我係演員咧，去客串1、2場咧，都真係好啊咁樣。關詠荷做到女主角，可惜觀眾唔中意呢套苦情劇，結果創下當年90年代黃金時段最低收視紀錄。第1部做女主角嘅作品就破紀錄，雖然係個黑色紀錄，不過高層依然繼續俾佢做女主角，只係唔敢俾佢做重頭劇。啱啱走出低谷，又再一次下滑。講到呢度，講下感情事，亞視改革又再登場啦。亞視從電影界高薪挖咗渣渣輝過嚟，但係無論佢喺亞視點樣拼命演，觀眾都唔睇嘅，唯有匿埋一角默默罵。仆你個間亞視嚟㗎喂！關詠荷遞紙巾俾佢哦，佢抬頭一睇，哇！全台得佢最靚。哇！成台得個關詠荷最靚。偏偏關詠荷有男友。我係掟人牆腳嘅。渣渣輝卻偷偷追咗半年，等到一齊拍李小龍傳先至表白。即係講下嘢咁樣就錫埋去咁樣嘅。講出3個你送俾家輝嘅寶貴嘅第一次初吻啦，我同佢嘅初吻。你同佢初吻，即係佢之前你同4個之前過啦。媒體話佢哋女尊男卑，但關詠荷同渣渣輝講：你而家唔得啫，有邊個敢保證你將來唔得？你而家唔得啫，有邊個擔保你第日唔得啫？95年2人住30平出租屋，佢第一次見家長，從細到大都習慣小屋生活嘅佢。
屋村長大，由細到大都可能都會係好多時都會打交打到大嘅，因為始終屋村我哋屋企好細，做一啲勞工啦、勞動性嘅工作啦。面對關家400平嘅大宅，連衛生間都比自己租嘅房大。媒體仲話千金小姐竟然住喺寒酸嘅公寓，亞視早就磨走晒佢嘅鬥志，而家連最後一啲尊嚴都冇埋。佢一度飛咗去南非，佢負責管理餐廳，感情事業雙失。你想他嗎？那時候也沒想。96年，伯樂監製鄺業生出現，河東獅口、陀槍師姐、金裝4大才子嘅監製，韓中關詠荷嘅冷酷與堅強，唔怕馬屁，又怕講錯話，一句半句都唔敢多講，俾佢最獨立嘅角色。幾討厭咯，藐嘴藐舌啊，又唔睬人。我冇藐嘴。佢話自己已經主動同人傾偈。Bobby 爆料，普通人根本唔敢埋佢身。淨係坐喺度咧，冇人敢埋你。你試下。呢個就係河東獅口柳葉娥嘅由來啊！就係柳葉娥如斯潑辣女子，仲有邊個夠膽去情挑佢啊？渣渣輝翻嚟啦，佢知道咗，就算分咗手，關詠荷依然默默照顧佢家姐，佢哋又係翻埋一齊啦。我決定成別人，你竟費盡心神，話我感情事業兩得意啦。河東獅口播出之後，觀眾好中意柳葉娥，佢上獎門人攞咗30幾萬禮物，霉咗咁多年，終於運氣嚟啦。97年呢，佢同鄺業生合作拍《醉打金枝》，同 Bobby 一齊攞第一個最佳搞笑冤家獎。我多謝監製啦，鄺業生啦，仲有多謝阿 Bobby 啦。如果唔係冇阿 Bobby 咧，我諗都冇我啊。佢正式同監製 Bobby 組成黃金組合。一塊。同頭髮量少最懸殊嘅組合，吳鎮宇笑 Bobby 可以代言生髮水，佢幫 Bobby 反擊。用呢個生菜牌生髮水就唔會變當月湯圓頭，亦都唔會好似歐陽震華咁樣啦。喂，吳鎮宇又煩乜嘢啊？唔使煩喎，想揾條褲着去同阿未來外父外母拜壽啫，咪拜年啫嘛。嗱，介紹你用呢一隻皇帝女牌西褲，着完之後咧包唔會有人對你鹹豬頭。苗翠花係第一套以女主角名作劇名嘅劇集，媒體話佢開創咗大女主時代。佢靠苗翠花成為 TVB 第一位視后。我諗你要多謝啲觀眾啦，有啲觀眾投票嘅。係啊，多謝 TVB 啦，人哋就以為 TVB 定㗎啦。係，我要做好多謝投我票嘅觀眾啦。主持人順口開玩笑笑佢同渣渣輝見下光好喎。嚟啦，多謝多謝。唔得㗎，菲林嚟㗎，見光死啊！做咗一姐，連玩遊戲都全力以赴。搏命玩多個綽號，搏命一姐。有冇事啊？98年佢再度同鄺業生合作拍《陀槍師姐》，大家親切咁樣叫佢我姐。香港電台同香港警務處搞咗銀幕10大理想警察選舉，好官方嘅選舉嚟。我姐攞咗2426票排第9，係唯一入圍嘅女性。佢梁老大老婆巴姐，渣渣輝先至入 TVB， 監製戚其義同佢好熟，係一條伏線。原來我喺亞視嘅時候拍阿戚其義嘅一啲劇集，佢響當時遇到一個女人，阿巴姐，TVB 嘅巴姐。最後同第2屆視后蔡少芬一齊上台頒獎，刑事偵緝檔案4 Jessica 贏。第1、2、3屆視后都做過陀槍師姐嘅女主角。2000年佢第一次同渣渣輝情侶檔拍金裝4大才子。Bobby 爆料能搞掂關詠荷嘅只有渣渣輝。大冬天朝早，渣渣輝仲匿喺被窩度呃關詠荷返公司，佢返 TVB 化好妝，渣渣輝先請假唔嚟，請假仲呃我返嚟，我咪同空氣對戲咯。砰！一腳踢開道門，你知幾凍㗎啦！加上阿家輝形容我啫，你叫一手扯開我張被，哇！跟住我縮埋一嚿啦，仲凍啦。呢年佢同 TVB 約滿，佢冇續約，就轉簽咗東方魅力拍《俠骨人心》。東方魅力壟斷咗香港大部分網上表演權益，俾人杯葛都冇到，只係換咗幾次老豆1分為2。呢次已經數唔清係關詠荷第幾次換經紀公司，倒閉咗2間，拆咗2間，跟住去亞視又倒閉，記者都冇忘記問前亞視一姐點睇。我其實最希望佢都係即係啲員工可以出到糧咯。跟住佢去唐人影視公司穩定，但係佢同經紀人出咗問題，所以終止合作。其實我同個經理人唔係咁即係有出咗啲問題啦。咁跟住我哋大家都終止咗合約。
佢喺唐人影視期間咧係拍咗《書劍恩仇錄》、《天下無雙》、《月亮嘅秘密》。嗰陣佢仲做咗人生最大嘅決定。03年佢威脅渣渣輝：你結唔結婚？我要生仔咯，結唔結婚㗎？唔生嘅分手。我突然間佢咁大我結咯。佢哋喺澳洲單搞咗個低調婚禮，跟住就係話要小朋友。其實香港會唔會幾時話補辦翻喜酒咁樣啊？等啲仔女大晒先。幾時諗住生小朋友有冇打算？盡快啦。一開始準備要 BB 就傳出渣渣輝有地中海貧血，佢自己話我有呢個病，但係日常完全冇問題。林峰雲我都未暈，林峰雲嗰個梗就留翻林峰篇啦。有事啊？我冇嘢講，你哋唔好阻住我。講兩句我就好大。我真係點啊？唔該。結果關詠荷流產2次，佢話感覺天要冧落嚟。當時天冧落嚟咁咯，因為你可能你個心好想咁啊，失敗1次又失敗第2次咁樣。渣渣輝自爆自己會匿埋喊。我唔想大家咁攬住咁樣喊做咩啫？即係佢見到我咁，佢可能更加開心唔舒服。咁結果咪喺後樓梯度喊完咪冇嘢去攞藥咯。媒體一度將責任推晒落渣渣輝身上，關詠荷即刻出面澄清，其實係意外流產，因為之前拍戲太勞累。之後兩公婆一齊睇中醫，2006年終於迎來佢哋嘅小公主。一個魚字，魚啊，加個樟木頭啊、樟木籠啊咁樣。女女仲改咗個好聽嘅名叫張彤。但是當我一看到她出來跟我望一眼的時候，慢慢就又流淚了。07年高朋滿座，收視麻麻，珍姐親自出馬請收視幅漲，關詠荷強勢回歸。關詠荷話希望自己可以做個事業家庭兩兼，所以選擇復出。珍姐咧率先喺深夜重播《陀槍師姐》，晚上重播我太太的電視劇，但是沒看過啊。以前在電視放的時候我也沒看過。仲特登安排佢上 TVB 週刊封面，關詠荷女王回歸。年紀大了還這麼漂亮，我也覺得很奇怪。用女王嘅價值，同時3分親收視口碑雙收。關詠荷忙住拍戲，渣渣輝就湊女，封號升級湊女公，日日帶女去公園、麥當勞，仲會帶埋去探班啊，客串做路人甲。同時3分親反應超好，不停加集數。知道唔得，基本上係即係冇假期嘅。情景劇要日日開工冇假期。有一次女跌親，佢趕住出門拍戲，照顧唔到個女，最後決定辭演，好似好衰女咁樣噶。呢個劇都未完，自己走咗去，咁但係都冇辦法啦。咁即係都同阿珍姐say 晒 sorry 啊咁。跟住又傳出佢想再生一個，渣渣輝都承認我想多要一個小朋友。我諗最少都有2個有伴啦，我諗嚇。咁如果有意外嘅，可能有3個啦。舊年咧嘅大結局咧就送上祝福。係，因為加拿大安胎啊嘛，我唔想咁粗魯，佢哋喺美國先咯。佢哋努力多次，最後都無奈放棄。咁都即係都唔成功啦。咁我哋覺得可能都個天冇醜派俾我哋啊。另一個講法係戚其義邀請渣渣輝翻嚟拍戲啦。如果兩公婆同時開工，就冇人照顧女，於是同時3分親就放關詠荷走啦。渣渣輝免費拍巡禮片，一個換一個。佢應承拍嗰時咧仲未攞影帝，老婆翻嚟照顧家庭，渣渣輝就去拍紅河。點知拍完之後患上輕度抑鬱，驚嚇親老婆同女，佢安排佢哋先入房。即係我唔想出嚟嚇親佢，要俾一個安靜舒適嘅環境俾佢。即係俾佢一個安靜啲嘅環境、舒適嘅環境，咁我反而覺得呢樣嘢好似重要啲。08年，佢陪老公向影帝進。佢之前嗰一刻係點樣去等待，同佢一齊去度過呢個時間。渣渣輝憑證人攞到金馬獎、金像獎等7個影帝獎項，封號張七弟。同埋我嘅太太啦，佢去照顧得我小朋友好，令到我可以安心工作。多謝大家。開心，好開心，真係好開心，唔識點講，開心我結婚啦。2009年啦，張七弟應承拍嘅劇冇拍，於是仲欠 TVB 一部劇。其實本來上次天與地啊，我都應承咗嘅，不過即係嗰個時間延遲到我拍唔到咁解。傳媒話佢已經係影帝經理公司唔會放佢走，夫債妻還。關詠荷復出拍戲，佢話知道可以同米雪合作先肯復出。金箔啊，堅果。
網友本來超期待《五味人生》，點知睇完超失望，話劇情平淡到連批評都懶得打。2013年有傳聞話渣渣輝為拍激戰抑鬱症發作，分房瞓。公啊，啲女都同你生埋，叫人分開住。佢話傳聞係假嘅。娛樂下觀眾啊嘛，咁大家都得到呢個效果，我覺得佢好成功啊！我信㗎，阿家輝玩到咁大隻，間房咁細，咁點夠住啫？咪瞓住隔離房先咯。佢為咗角色增肌，只能食白水煮肉，老婆偷食咗一塊，仲話好難食。渣渣輝憑激戰再次攞金像獎影帝，就特別感謝老婆煮嘅肉俾佢。蔥花去開水把它煮熟，給我吃的時候有一點點蔥的香味。傳媒捕捉到關詠荷用10幾分鐘就買齊晒餸，仲用信用卡結帳攞積分換禮物，高效率又精打細算。客情亦三世緣，深夜忽然見到黑黑撞影，嚇親 Bobby 添。突然間喺我面前出現，我邊個嚟㗎？咁大隻嘅，咁樣喎，佢平時柴枝咁嘅啫嘛。雖然接近50歲，但係網友依然超愛佢，投票支持度高過萬綺雯，仲話演技比胡杏兒、陳法拉更加好。搭城門水塘龜裂意外成為熱門打卡點，佢細佬爬山不幸跌咗落山，直升機送院搶救無效。起初大家都唔知係佢細佬 ，TVB 就當普通意外報導。一名54歲男子就喺主壩附近失足墮下約30米深嘅山坡。有一條路係要游繩，咁我哋頭先見到經過見到有人拜祭嗰個地方，都係游繩落嚟嘅。1個月後，媒體先收到內幕，先知意外去世嘅係關詠荷細佬。點解要1個月後先爆出嚟？原來嗰陣張家輝喺外面拍戲，就託朋友幫手照顧，人多口雜。消息就咁走漏咗，記者收到消息即刻衝去問關詠荷，佢一轉頭就上翻入車度，陪唔到老婆，其實係為咗退休。最好我哋而家可以退休啦。關詠荷從來唔會抱怨老公陪唔到自己，反而心痛佢為咗養家，將自己逼得太緊、太攰，冇時間休息。佢係咪有時真係需要休息下咯？如果將自己掹得太緊咧，咁即係可能會有啲唔好嘅嘢出現噶嘛，咁身體，我覺得而家身體嚟講，即係健康應該係最重要咯。我是張家輝，說話戰鬥，裝備回收，交易自由。核發姓黃的時候，我出生，所以我就叫關詠荷了。南京東路。南京東路。但是我蠻喜歡這個桂花的味道，香味很香，還有它就有一個金箔啊，金箔。再當家輝咧俾台上司考佢普通話嘅時候 ，Esther 咧就即刻出口相助。梗係啦，哇，唔好啩！一定要啊！如果我一定要，我就一定能。我因為好正嘅，我正到我驚佢哋聽唔明。即係捲嚟嗰啲係嘛？係啊，我係京腔。1 2 3 4。渣渣輝跳舞可以帶俾我哋無限歡樂。呢段係1999年，佢當年呢條片真係好經典而幽默風趣。當你以為佢唔會喺度跳呢種舞嘅時候，就喺今年，渣渣輝喺陳慧琳演唱會有成個新版本，一齊嗨，影帝搞笑，係咪仲得？你點睇？中意呢條片記得 like、留言同埋訂閱我哋頻道，我哋下次再揾經典畫面剪俾你睇。我攞碌照掟人。